今日係一個叫做立法會嘅宣傳嘅一個節目啦，一個活動啦。咁我哋咧就係跟翻呢一個嘅政府規定咧，就係要講翻其他候選人嘅姓名嘅，就包括係1號嘅新社聯嘅譚振國啦，2號工聯會嘅曾勁聰。3號咧就係獨立候選人沈浩傑啦，4號咧就係呢一個嘅廖志聰新民黨嘅，咁最後咧就係5號民建聯嘅呢個姚明咁就我哋嘅節目咧就係可以準備開始噶啦。下一條問題嘅就係我哋嘅秘書陳學雲先生問嘅，咁佢咧就問各位候選人，如果你哋當選之後，點樣促使政府改革教育制度同埋重視師生壓力輕生嘅問題呢？因為之前有個問卷調查啦，都係問過呢一個嘅香港嘅小朋友，咁佢哋嗰個所謂嘅壓力指數咧，其實喺呢一個東亞地區咧都係前列嘅，都係嚇。咁呢一個嘅師生壓力嘅問題都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咁想睇下候選人嘅睇法。今次我嘅政綱入邊咧，都有特別提出咗其中一點咧。就係我哋要去關注同埋改善翻咧，即係一啲學校入邊有學生輕生嘅問題。咁呢啲問題咧，其實咧佢嗰個成因咧係幾複雜，亦都可以係有唔同嘅原因嘅。咁所以針對住呢啲唔同嘅問題咧，我都提出咗幾個唔同嘅方案。咁首先就住呢一個學生情緒問題咧，現時咧喺小學咧就係一校一社工，中學一校兩社工。咁但係因為近年咧嗰個情況咧，似乎個比例咧越嚟越高，咁所以咧依家呢一個資源咧，似乎咧都係遠遠唔足夠咧，係可以處理得到咧現時嘅個案嘅。咁所以我希望咧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係需要加更多嘅資源，有更多嘅社工去到幫助咧呢一啲有情緒問題嘅學生。咁除此之外咧，就其實咧可以提供一啲比較簡單嘅培訓俾我哋嘅老師，讓佢哋咧可以有能力咧處理一啲相對比較輕微嘅個案。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呢個關於小朋友用手機或者社交平台嗰度咧，都見到有好多海外嘅國家咧都開始立法或者研究緊立法。咁我覺得香港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要做一啲相關嘅研究，睇下究竟個影響有幾大，係咪有立法嘅空間？如果要立法嘅話，個法例應該係要去監管邊一方面嘅情況。咁有一位小學校長啦，咁就知道我哋有呢個咁樣嘅訪談啦。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佢咧就係比較中意學生咧，就係做呢個一生一體藝個體藝嗰方面嘅活動嘅。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好多學生佢譬如學一啲叫做功夫好咩都好啦，咁佢由小學1年班去到小學6年班咁學咗6年，咁但係學完6年之後咧，佢嗰個功夫咧，或者係佢嗰個項目咧，喺香港咧就冇一個叫做可以晉升，或者係一個叫做可以攞到證書嘅一個證明嘅一個叫做架構，一個叫做架構。咁你會唔會係幫忙可以推動到將呢一啲咁樣嘅林林總總嘅一啲咁樣嘅體藝活動咧，就係叫做規範化、系統化咗佢，足球攞水一場空咁樣，就唔會嘥6年嘅時間咁樣。咁你會有咩措施或者方法或者咩諗法喺呢方面可以大家分享下嘅咧？近年咧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新興嘅體育活動咧，係引入咗嚟到香港呢一度。咁我諗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有太多唔同嘅體育項目，但係咧資源咧畢竟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好多時咧大家都會有個錯覺咧，就係係咪即係傾斜咗去一啲比較傳統同埋一啲嘅大型啲多人玩啲嘅體育咧咁樣樣。咁我諗呢一方面咧就我哋都會要同政府去到講返啦，就即係其實咧有一啲其他方面嘅體育項目咧都係受歡迎或者係有潛質可以發展嘅。咁但係如果冇一個即係資歷架構上升嘅階梯嘅話咧，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可能去小學或者頂多去到初中完咗之後咧，跟住咧就冇得再發展落去㗎啦。咁呢一個咧就我都認同咧，即係我哋可以同政府咧反映翻相關嘅呢一個問題。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我哋逐步嚟啦，因為畢竟新興嘅嘢咧越嚟越多。咁政府嘅政策咧當然有時都係會有啲俾追唔上個時代嘅，咁呢一個我哋作為議員，咁當然係有一個責任去反映，亦都希望可以推動得到啦。